心来敬拜主。兄弟姊妹平安，请用安静的心、较无的灵来到圣殿敬拜上帝。请你将手机关机，也是改做震动，咱专心来敬拜。恁着摇花唱新的歌，全地拢着摇花唱歌，着摇花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做。因为摇花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恶乐。这是咱用圣诗241首。圣诗241首，恁着感谢上主至大，来学乐感谢咱的上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最心胸。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天父上帝，你是互人顶头生的上帝，你是道路、真理、活命的主。阮搁一摆悲哀心来到圣殿来敬拜你，阮要全心全意来敬拜你。主啊，你有应允阮讲，恁囡仔着磨打重大的，着就近我，我要互恁安息。感谢主，就近你的要伫遮，要伫遮得到安息，甲重新得到快乐。主啊，你是怜悯人的上帝。阮伫生活中常常得罪你，做出无合上帝欢喜的事，求你赦免阮显明的罪，甲心内歹的念头，除去阮的骄傲甲自私，洗清阮的污秽，想使阮有清气的心，通过圣洁的生活，得到对你来的稳定甲平安。主啊，我要感谢你，日时看顾阮，眠时也看顾阮。我要特别为有需要的兄弟来祈祷，为简里教姐妹的遗族来祈祷，求主亲自安慰悲伤的心。要为邓和汉夫妇祈祷，互因早日适应南洋教会；为林子堂、林子佑弟兄祈祷。互因听上帝甲听人的心，拢日日增加。为尤西章、王丽华夫妇甲徐传龙弟兄祈祷，求主看顾保守因身体健康，出入平安。主啊，我要继续为台湾来祈祷，求主赏赐政府官员有智慧、有能力来解决目前的政治处境。互因有行公义、心存怜悯、存谦卑的心、听百姓的心，甲上帝相甲行。主啊，南洋教会有侪侪年老的兄弟姊妹，求主的慈爱甲恩典常常向因显现，互因的心充满主的平安甲喜乐。我要将今仔日的敬拜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来开阮的心目，保守林牧师所分享的信息，传达上帝奥妙的真理，帮助阮搁较认捌上帝的作为，甲上帝的旨意，互你的话成做阮路上的光，来引带阮。感谢主听阮的祈祷。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祷，阿门。同心来启用，启用文第7篇，启用文第7篇，也就是诗篇19篇。我来启，请兄弟来引。天宣布上帝的荣耀，强强保养伊的作为。一日对迄日讲话，一暝对迄暝传播知识。无言无语，无声无说，因的声音传到全世界，因的言辞传到天边海角。一声，上帝为着日头伫天顶大布平，日头亲像新郎对洞房出来，亲像选手踊跃走伊的路程，
对天的迄边出来，坐到对天的即边出来，坐到迄边。热气普及万面，上主的律法完全，互人得到新的快乐。上主的命令可靠，互无知识的人得到智慧，上主的诫命公正，互人的心欢喜，上主的教示纯洁，互人的目睭光明。敬畏上主着纯真，永远无改变。上主的判断真实，完全公道，比金比真侪纯金较贵重，比纯的蜂蜜搁较甜。律法互你的仆人得到境界，守诫命就有大报赏。啥人会知家己的错误？求你赦免我无意中犯的过失，求你保守你的仆人，互因袂故意犯罪。求你毋通用阮罪恶管辖我，我就真做无通指责的人。袂犯重罪。这声，上主，我的避难所，我的救赎主啊！愿我的嘴所讲的合理的旨意，愿我的心所想的得到你接纳。请咱同心来恭读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3章14节到17节。提摩太后书第3章14节到17节，我来读。总是你着亲手所学习、所亲受的道理，因为你知这个是对啥物人学习的。你嘛知，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即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通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互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愿上帝的话成做咱随时的帮赞甲亮光。这是教会青少年要带咱来学了上帝。因所要吟的诗是上大的福分。
愿一切水的歌声真做香香的坐，达到上帝面前，得到上帝的欢喜甲感觉。今仔日要为咱正道的是林耀新牧师，伊要分享的题目是《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将时间交予林牧师。来，兄弟平安。咱真感谢青少年团契今仔日用到上大的福分这条诗歌来带咱来敬拜上帝。伫迄个诗歌内面讲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捌耶稣，一生来侍奉伊。搁伫咧后壁遐讲，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互我会通一生拢学落你。讲有偌济的黑暗，偌济的困难，拢是耶稣伊信实的陪伴。搁伫迄个中间来唤起咱，着要爱献上一切，来爱慕、来信慕主、来跟对耶稣，是咱最大的喜乐甲满足。这条歌会通讲是对耶稣唱情歌。那透过这条诗歌也要互咱搁一届来，互咱搁将咱所拄着的每一项代志，拢来安尼牵调伫咱的主。所以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遍。我们请我们的那个同工再把 PPT 再切换过去，咱同齐来唱，甲青少年同齐来唱。我一生中最大用欢喜来唱。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能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我一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认识耶稣，一生都侍奉你，感谢主丰盛无尽的恩典，使我的一生都赞美你。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他爱世世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心事满足。多少个黑夜，多少个黑夜，多少个困难，都是耶稣你爱心是陪伴，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乐满足。献上一切，献上一切爱慕跟随耶稣，是我最大的喜
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满心感谢你。是啦，主，阮一生拢要来军队助你，阮一生拢要来侍奉你。因为阮上大的福分就是一生军队你、认捌你、侍奉你。也愿你的神不断来感动阮、引导阮、带领阮头前的道路。就算阮拄着任何的黑暗甲困难，因为拢有处理信息的陪伴，阮就有安尼的确信，阮要赢过阮所拄着任何的这的黑暗甲困境。因为阮确信，主你要信息来引带领阮，阮安尼献上满满的感谢、恳求、祈祷，靠主所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咱所读的这段经文，以及咱的主题我相信是真侪人咱会通讲，这敢有啥物通好讲的？咱同齐过来思考一个真要紧的这个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咱拢知。真侪人嘛将圣经背甲熟悉，但是背甲熟悉甲真实行出来，迄个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咱要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的这个经文《提摩太后书》第3章的14、19、17节，以这个讲做咱今仔日咱所要探讨的这个核心的经文，咱搁一家来探讨圣经怎样来讲做咱安尼伫咱的行事、咱的做人的准则，搁帮助咱伫咧咱的信仰中会通来安尼坚定不移。咱今仔日咱伫咧今仔咱的经文内面讲安那，这段经文咱会通知影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伊已经甲伊的生命的尽头，伊所讲对伊的即个伊的学生佮伊的真重要的同工提摩太会通讲迄个个最后的交代若讲开了个遗言，人讲迄个那个啥，人之将至怎样？其言也善。也就是讲，这伊所讲的话是真的，是。可靠的，是咱通好去军队。这段经文真清楚，甲咱讲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伊是咱讲伊有迄种咱咧讲无可取代的迄款的权威，伊要帮助咱会通明白什么是真理，佮会通伫迄个中间来安尼讲矫正，也讲导正咱的迄个错误，来安尼建立一个敬虔的生活。所以，咱必须要将圣经成做咱生活的迄个准则，安尼才有法度。咱伫咧，尤其伫咧咱现今这个世代，咱讲这个动荡的这个世代、这个世界会通站立得稳。咱今仔咱通看见偌济安尼这似是而非的观念，伫咱的这个四周内面，一直不断伫遐咧冲刺。咱伫咧面对着每一个代志会发生，咱的判断以及咱所要伫咧中间来遵守的，咱要用啥物成做咱的准则？虽然说伊伫咧中间安尼透过伊伫咧即个世间的即个宣告，到后来即个门徒伊伫遐不断伫遐咧安尼伫遐来安尼宣讲，伫遐咧讲起一个真要紧的，就是圣经是咱的准则。无有圣经，人类就无法度真正认捌耶稣基督。圣经是上帝赐予咱的迄个启示，因为人一开始的时阵并唔认捌上帝。上帝伊家己用着伊家己无比的疼来安尼默示，透过圣神互遮个安尼圣经的遮个作者，伫咧圣神的即个默示的中间来互人。来认捌咱的主，咱的上帝。所以，伊要伫咧即个
主伊所安尼透过即个历史的即个经文内底，要帮助咱，互咱会通明白上帝伊的计划，甲伊的救恩，以及伊对咱的迄个疼。所以咱会通有安尼迄个确信，讲圣经是绝对的，因为伊是安尼，甲咱的即个咱讲，甲咱的信仰一个真息息相关的迄个指南。咱所学习并确信的即个真理，应该爱安尼存伫咱的心内，毋是真做咱的叫做参考就好。所以，咱伫咧读圣经的过程，这是一个内化的一个过程。咱需要咱将上帝的话语安尼深深安尼讲根植是讲安尼深刻在我们的心中。互伊会通真做咱伫咱的思考，甲着咱的即个行为顶面的迄个准则。安尼，无论咱拄着什么款的困境，也是拄着任何的试探，咱会通伫遐来坚守真理，搁袂咱伫迄中间，咱袂拄着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咱伫遐受着即个世界的即个引诱，甲着迄个动摇。咱毋好想讲咱真做一个基督徒，咱已经圣经咱嘛读过啊，咱就安尼已经真了解上帝话语了，咱国怪咱伫咧拄着任何的代志顶面，咱像讲咱已经拢真勇啊。如果若是安尼的时阵，咱就转来过来看创世纪，是安怎魔鬼用着白贼的话，伫遐来欺骗着夏娃的时阵，互伊伫遐来妖疑上帝的话，伫遐来质疑上帝的话，递到人伫迄中间来对落。伊就要伫即个中间，就要甲咱讲一件代志，就是人的话是有限的，佮鬼的话是白贼的，只有上帝的话才是真理。咱若无用着圣经来成做咱的准则，咱就有咱会真容易来陷入伫咧迄个魔鬼所落的迄个罗网甲迄个诡计。咱会互即个世界会侪遮错误的遮价值观来甲咱带偏去。所以咱会通看见圣经是迄个绝对的迄个标准。伫咧咱的今仔日咱所活的即个世界咱有侪遮的模棱两可。咱有当时咱为着讲咱要甲人有一个真安尼，咱讲要甲人有一个咱讲较好的建立一个关系，咱就伫迄个中间有侪的迄个模棱两可，强调相对主义。咱认为迄个无有迄个绝对的真理。但是，咱会通看见伫咧圣经内面，安怎甲咱讲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圣经真清楚甲咱讲真理是确定的，也就是讲上帝话是确定的，袂因为时间，袂因为迄个地点，也是迄个文化的迄个改变来有任何的咱讲妥协。就较亲像咱伫咧咱安尼自细汉，咱咧读即个迄个数学的时阵，迄个数学真理，什么真理？1+1就是等于2，伊绝对不会1+1会变成有其他的。就算讲咱即马咱咧讲用逻辑运算，1+1等于10，但是伊绝对不是10嘛，对不？1+1等于10是什么意思？还是2啊？伫咧逻辑运算内底还是2啊？无论去到倒一个时代，拢袂改变。同款，圣经的真理就是永远。咱会通看见，伫2000年以前、3000年以前，安尼所写出来，到今仔日永远是真理。袂因为讲过了遮尔久的时间，上帝话语有任何的妥协。耶稣伫咧约翰福音内底安怎讲？伊讲恁伫遐讲查考圣经，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其中有永生，而这经正是为我做见证。所以咱会通看见一个真要紧的圣经，伊迄个圣经的写作，伊一个真要紧的目的就是指引耶稣。你就算讲是伫咧旧约内面所写的，伊有原是指引伫咧新约底下安尼咧迄个耶稣，伊要来到伫即个世间来救赎咱人的罪，互咱会通透过咱的主。因为咱的认捌耶稣，咱会伫迄个中间来得到永远活。
所以圣经互咱因为信耶稣基督，会通得到迄个救恩安尼迄个智慧，互咱袂将迄个圣经安尼来安尼讲，甲伊轻视。如果咱也无将圣经来成做咱的准则，反正咱用着咱家己的标准来去衡量一切的时阵，咱就会真容易落入迄个错误，因为咱是软弱的，咱有做迄款安尼无够硬，咱有做迄个判断的顶面是用着咱家己，包括用着即个世界的做的这个价值观。但是，咱伫咧拄着代志的时阵，咱应该倒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到伫圣经，倒来到伫圣经内面，讲圣经怎样安怎讲。所以，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伊要互咱的信仰会通安尼得到稳固。伊毋是干那一本伫遐来教导咱伫遐来学习上帝公义安尼的册安尼若定。搁较伊是咱的灵性生活的迄个种指南针。现在咱所领受的经文内面提着讲安那，伊讲迄个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艺，都是有益的。大意讲安那，讲对教导、甲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练人行正路，拢有利益。这伫咧甲咱讲圣经的教导会互咱的信仰更较稳固，咱的信仰袂只有干那停留伫咧咱的头脑内面的迄个认知安尼尔，乃是要内化成做咱生活的迄个准则。透过圣经的迄个教导，甲着迄个督责啊，甲纠正，咱会伫迄中间来修正，也是讲咱会伫迄中间来得到成长，来。伫遐来领悟，也是讲明白上帝的心意。搁安上路要讲啦，会通互咱治万变啊，来行正路。所以咱会通看见，为着圣经，伊毋那是干那一本咱讲历史的册。如果咱所信的耶稣只不过是干那历史上的耶稣，安尼真可惜。咱只有干那知影迄个历史的耶稣，也是讲即个耶稣，伊甲咱只有干那咱头脑内面的知影。咱所信的即个耶稣，伊减是伫咧现今犹原是咱的救主嘛。伊要来引带咱，伊要成做咱的迄个性命迄个导师，引带咱，互咱伫咧认捌伊的过程内面，互咱会通来搁较认捌着天父上帝的心意。互咱伫咧咱每一天，咱的行做，咱的做人的迄个指南。这个世界充满侪的迄个诱惑，甲着迄个侪遮个咱讲引诱。但是当咱用着圣经成做咱的准则的时阵，咱就会通安尼伫咧这个世界会通来分别做成，遵守上帝的迄个旨意。成做上帝的器具，即伫咧即个世界会通伫迄中间来真正来彰显上帝的听，甲着伊的真理，互人看见咱，就哪亲像看见主共款，因为看见咱，也看见咱所活出来，因就会通伫迄中间领受着上帝的听。当咱伫咧拄着困境的时阵，咱伫咧拄着困难的时阵，圣经伊会通成做咱的安慰。当咱伫咧迷失着侪的即个安尼，迄个到我们迷失的那个方向的时阵，圣经引带咱去行迄个正确的道路。当咱伫咧受着试探的时阵，主的话伊要互咱，伊要帮助咱来得胜。所以圣经要引带咱会通来行入迄个进入迄个健康的迄个生活。伊迄个价值在伫咧，伊要互咱会通成做一个属上帝的人，互咱会通安尼用安尼会通拢得到完全。伫咧即个价值观真混乱的即个世代，咱应该用着圣经成做咱的准则、咱的标准，伫遐来安尼讲，咱讲检视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行为。在做这安尼追求
即个世界的即个成功是讲追求即个世界的财富甲名声，咱却伫咧迄个过程内面，有可能咱怎啊安尼忽略了迄个属灵性命的迄个成长，咱只有干那追求迄个俗世的部分。但是主要说伊安怎甲咱提醒？伊讲人若安尼讲人若得到全世界，丧失家己的性命，有啥物利益？人会当用啥物代价来交换家己的性命？咱的性命敢干那即个在生的即个安尼的即个性命安尼若定？咱的性命，咱期待是迄个比咱即马伫咧在生的即个性命搁较久长的，是甲主安尼同做王的迄个性命，甲主同齐伫遐来安尼领受伊迄个丰盛的性命，是对即时一直到永远的。所以迄个真正的成功，毋是迄个世间人眼中的迄款安尼成功，乃是咱会通照着上帝的心意伫遐来活，佮安怎会通成做一个得胜者。就甲亲像伫咧启示录内面所讲的，迄个只有干那迄个得胜的人，才有迄个资格穿白衫，甲咱的主同齐安尼坐伫咧迄个宝座顶，甲主同齐来审判即个世界。所以，当咱若用着圣经来成做咱的准则的时阵，咱就会通安尼，咱讲对准咱的上帝伊的标准，无搁再互即个世界安尼来去诱惑所迷惑。主要所以安怎讲，伫咧启示录内面，伊讲得胜的人，我要互伊甲我做伙坐伫我的宝座，亲像我已经得胜，甲我的爸做伙坐伫伊的宝座。华语说什么？讲得胜的。我要赐给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这是主的应允。主讲讲得胜的，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坐在他的宝座上，而且说什么？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所以意思是啥物货？迄个得胜者是甲啥物人坐？是甲咱的主上帝坐。所以咱若安尼。领受上帝话，搁真正照安尼去行的时阵，咱就伫迄中间，咱就已经摕到迄个讲得胜的迄个讲胜券在握。剩下就是讲，你胜券在握，但是你若无行出来，你就空有这个 license 就进不去了。所以圣经真做咱的生活准则，咱需要做什么款的代志？咱需要伫咧每一日安尼用着主的话来安尼充满咱的心。咱需要透过每日读经将主的话语来充满咱的心。诗篇119篇内面讲起讲讲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所以咱透过咱每一天的读经，咱就会通互上帝话来成做咱的指引，咱的迄个引带者，咱所行所做会通透过圣经来成做咱的指引。所以咱伫咧面对着即个世界有侪侪只的安尼，咱伫遐咧毋知影要做啥物款的判断的时阵，咱需要是转来到伫上帝面前。用着上帝的话，互上帝伊的话来启示咱。所以咱伫咧拄着任何的代志的时阵，咱伫咧安尼拄着困境的时阵，咱第一件代志应该毋是转来到伫来找牧师讲，牧师担要安怎？咱应该是讲转来到伫上帝的面前来向上帝祈祷讲，主安尼搁怪担要安怎？咱透过上帝的话语，转来到伫上帝的话语，我伫咧面对着我所即件代志，真正安尼拄着恶担当的事的时阵，即个代志顶面，安尼我要安怎处理？上帝安怎处理？咱的主耶稣伊安怎处理？要成做咱的准则，咱就照着主伊所教示咱的，咱就安尼落去说义行，咱就要得到得胜的生活。所以咱伫咧读过主的话了后，一个真要紧的，咱需要去默想。透过默想，
来伫遐来遵行主的话语的教导。咱毋是只有读经，咱还阁将上帝的话语应用伫咱的生活内面。当咱伫咧面对着侪咱伫咧即个世界安尼拄着不管是冲突也好，侪咱拄着毋知影要安怎去处理的，咱着爱学习主耶稣伊的迄个疗效。当咱伫咧面对着试探的时阵，咱着伫迄中间来坚持圣经对咱的迄个教导，坚持圣经内面上帝话内面对咱的迄个真理，互咱会通伫迄中间来照着即个诚出咱的准绳去说义行，咱就伫迄中间要得到上帝的欢喜，就伫遐互咱会通得到诚做一个得胜的人。所以咱会通透过圣经，会伫遐来咱检视咱的价值观，甲咱所有一切的选择。咱今仔日咱看见，当咱安尼伫咧即个世间有拄着侪咱需要去做判断，去安尼去选择的时阵，咱到底咱拢怎样选择？咱是用着咱家己的想法，还是即个世界观的即个价值观来伫遐来安尼诚做咱的选择？啊，是咱要搁一摆转来到伫上帝面前讲，主伊拢安怎选择？主伊总安怎做？安怎看？所以咱就伫迄中间，伫遐咱需要好好去伫咱做每一项决定的时阵，咱应该问的是。圣经安尼，咱做即件代志，安尼有符合圣经的教导啊无？咱安尼做，敢有荣耀上帝的名啊无？所以咱透过不断伫遐读圣经的时阵，互圣经的话语深刻来刻伫咱的心内，咱会通做一个真好的判断，毋是伫迄中间诚做参考。所以咱需要照着圣经，诚做咱的迄个正确的人生观的迄个建立的一个真要紧的迄个。准则，一个即个世界，当即个世界的价值观甲着圣经相违背的时阵，咱就爱去思考，安尼我要做啥物款的选择？亲像讲伫咧即个世界，可能伊会互咱会认为讲成功就是赚大钱，甚至若讲伫咧教会内面。对教会来讲，对牧师来讲，什么是成功？检采是会友安尼真济，教会人数真济。但是什么是成功？一个牧师的成功，如果若是会友无伫遐行伫上帝的道路顶面，这个牧师伊就算讲伊有1000万的会友，迄敢是伊的成功？咱的人生的目的，敢只有是享乐？但是圣经底下安怎甲咱教导？伊讲真正的成功是啥物货？是认捌上帝、顺服上帝，甲主三个同行。我毋知咱还阁会记得伫咧旧约内面有一个人甲上帝三个同行，叫啥物名？以诺甲上帝三个同行。几百年，300年，感谢主。一个人要甲上帝三个同行300年，这是偌尔啊可贵。所以以诺伊有经过死无？无，圣经内面的记载，伊无拄着死，上帝直接就甲取走了。所以一个真正的成功。真要紧的，咱若对圣经内面来看的时阵，咱就会通发现，当上帝伫遐咧记录的时阵，有的人伊伫咧即个圣经内面是无名的，但是上帝伫遐纪念伊伫咧伊的所做，嘛有的人记伫咧圣经面顶，但是竟然是啥物货？是歹的行为，迄变做上帝，然后。几千年纪念你的歹，所以咱真正的成功是要，互咱透过圣经，咱真正真实认捌上帝，搁咱伫迄中间欢喜来顺服上帝伊所有一切对咱的命令，
律例教示。所以咱伫迄中间，因为咱的欢喜顺叹，咱就伫迄中间，甲主相个同行。就算讲咱所活出来，甲即个世界的世界观的价值观是无相的，但是咱所活出来，却是上帝对咱的迄个认定。伫上帝的心内，咱亲像安尼伫咧上帝面前，安尼建立起一个即个纪念碑共款。还佫会记迄个伫咧新约内面有一个人，伊一个外邦人，伊安尼伫上帝面前建立纪念碑，迄个人叫做啥物名？还佫会记得无？伊讲讲伫遐讲伫遐安尼讲你伫上帝面前建立纪念碑，上帝纪念。那即个时阵要叫彼得来去到伊遐。还佫会记安尼，迄个人是啥物人无？咱的一生是毋是有伫咧咱的主的面前建立一个纪念碑，互主伊伫遐安尼，迄个纪念碑徛起来伫遐的时阵，上帝同样看到，伊只要对遐来问天使讲，即个纪念碑是啥物人？上帝伫迄中间来纪念。还佫会记得无？伫咧用迄个咱的迄个旧约内面，啥物人安尼伫咧上帝面前树立起纪念碑，结果撒旦甲伊攻击，迄个人叫啥物名？约伯。约伯伫上帝面前，上帝讲伊是义人。伊伫咧上帝面前建立起一个纪念碑，撒旦伫迄中间来伫遐来甲伊攻击。上帝安怎讲？讲你会通好，安尼我将约伯放伫咧你的手诶，但是袂使害伊的性命。伊犹原继续伫遐来持守伊对上帝的信。就算讲伊安尼拄着迄个遐尔大的困境，伊的家庭用要安尼咱讲弄家散体，伊犹原坚持伫迄中间，无伫遐来安尼有一句对上帝安尼讲迄个埋怨的话，伊犹原安尼尊敬上帝。上路尾手，上帝伊伫遐来为伊来伸冤。咱是毋是伫咧面对着咱的生命内面有侪侪困境的时阵，咱伫遐有侪侪的埋怨，讲主啊，你是安怎互我拄着安尼的代志？主啊，你是安怎安尼？咱有侪侪，你是安怎？你是安怎？但是约伯伫迄中间，伊伫遐讲收拾的是耶和华，收回嘛是耶和华，耶和华是通学乐。所以当咱若伫遐安尼尊主做大，一生来跟对咱的主的时阵，主伊所安尼带领咱的。虽然咱会拄着困境，咱会拄着挑战，但是因为咱一生跟对伊，就像今仔日咱的即个青少年团契，伊带咱所吟的即条诗歌同款。当咱若伫遐一生来伫遐来安尼尊敬伊、顺服伊，来将一切荣光归伫伊的时阵，咱就有一个无共款的人生。佮迄个人生是上帝看做是好的，就是认捌上帝、顺服上帝，佮甲主相甲同行。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咱信仰甲咱的生活迄个准则。当咱伫遐来坚守上帝话语的时阵，咱的性命咱就袂伫迄中间来拄着摇动。亲像安尼，咱伫咧面对着别样的困境的时阵，咱伫遐讲主啊，你敢抑够我同在？有当时咱应该反倒转来问讲，咱敢有甲主同行？当咱若欢喜甲主同行的时阵，当咱若欢喜顺服上帝话的时阵，咱的信仰、咱的性命就会搁较哪坚固。愿咱会通安尼真正时常谦卑来到伫上帝面前，互圣经成做咱生活的准则，互上帝话语伫咱的生命内面伫遐来扎根，
来带领咱来行往迄个永活的道路。愿主上帝赏赐咱每一个人，互咱会通安尼伫咱的生命内面，用着圣经成做咱生命的迄个真要紧的迄个锁匙准则，行伫咧咱的主耶稣的迄个光明中，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愿主引带咱帮助咱，所以咱搁一摆来回想头拄牧师所提起着，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是咱的信仰甲生活的准则。安尼，咱伫咧面对着咱今仔日伫咧即个俗世即个体系内面，咱会拄着侪撒旦对咱的即个欺骗，伊有侪欺骗人的方式，伊有伫遐讲，上帝真的这么说吗？主真的这样子讲吗？当咱伫咧心内有侪妖异的时阵，伊互咱活伫咧逐种的即个罪恶的即个捆绑的内面，安尼咱要怎样来去赚赢即款安尼的白贼？求主帮助咱会通透过安尼牵调上帝的，咱讲属神的这种体系的迄个力量，咱无须捌伫咧一直甲咱讲去，咱一个真要紧的，就是耶稣成做咱的生命会，耶稣成为我们的榜样，圣经成为我们的准则，过来圣灵成为我们的引导，咱透过安尼不断。用这个理念来伫遐掠掉咱信仰的基础，甲咱的中心的目标，用着圣经成做咱的准则，因为圣经是绝对的，是就是，毋是就毋是，咱伫迄中间就有法度攻破撒旦的遮个谎言，伊所有一切迄种不肯定，甲迄个不一定，但是伫咧咱的主、咱的上帝伊遐讲的是，是就是，毋是就是，无迄个叫做不一定，一定就是一定，那个不是就不是。所以咱伫咧中间，咱会通伫遐来赢过撒旦伫咱生命内面会做遮个罪甲遮个白贼。第二，咱需要好好来去想的是，虽然圣经是咱明白耶稣的迄个准则，但是圣经伊无法度保证咱每一人拢明白耶稣基督。咱要怎样来透过圣经来明白耶稣基督？求主帮助咱，互咱会通透过咱真清楚知影讲。咱伫咧读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来帮助咱，互咱会通来明白咱的主，互咱会通伫遐来悔改，来会通搁较亲像咱的主、咱的耶稣。当咱伫遐来肯定上帝的话，用着信心来伫遐来回应，用信心来顺服基督的时阵，咱伫遐常常遵守上帝的话，成做咱的生命。咱伫咧遵守的过程的时阵，咱就会咱就会看见，咱对咱的主、咱的上帝会通有搁较侪、搁较深的认捌。求主帮助咱，透过咱今仔所领受的，会通搁一摆来，互咱搁来的日子，咱毋若认捌主，也伫咱的生活内面会通过着一个丰盛、搁得胜的人生。咱同心来祈祷。恩典的主，阮搁一摆谦卑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恳求主圣神帮助阮、引带阮。互阮伫咧面对着阮生命的侪遮个挑战甲困境的时阵，是阮伫咧拄着阮伫咧即个世界有侪遮个安尼无属上帝的遮个价值观，伫遐咧对阮的挑战的时阵，主求主帮助阮，圣神时常来提醒阮，主你的话语是怎样讲。当阮伫咧面对挑战的时阵，阮会通来去想起着主你怎样做，主你怎样选择，互阮会通真实来跟对主，来效法主你的模范，互圣经主你的教示、你的真理，成做阮生活准则，来活出一个安尼欢喜顺服着伫圣神的引带内面，安尼活出一个。满有主你的荣光，安尼迄款的生命，就是互主伫阮的生命内面一生来做主做王，搁阮所行、阮所做，任何的阮的所看、所听、所想的、所讲的、所行所做，拢要来荣光主你，互你的名，因为阮的所做来得到荣光。愿你听阮恳求的声。也引带领你家己的教会、你的百姓，行伫主你的道路顶面，
祈祷靠着所的圣名祈祷，阿门。即时，请咱同心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193首，圣诗193首，上帝所赐活命的话，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当心用许多圣经来宣告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劈刀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3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打地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信搁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的搁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今仔日是不是一奉献主日？请咱用感恩的心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咱起立。耶和华，你是天地的主宰，阁有荣光、威严、能力甲德性。今仔伫天顶地的，拢是你所创造。耶和华，国是你的，万物拢对你来。你予人智慧、快乐甲性命，想事拢出伫你的手。我的上帝啊，但愿感谢你，学了你极大的荣光。我是啥物，竟然会安尼奉献？因为阮伫你的面前是出外人，是假卡的。阮伫世间的日子亲像影，无通望长长伫咧。耶和华，阮的上帝啊，万物拢对你来，阮欢喜将你所赐的献互你。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请曾建明执事、陈文兰执事书献，主欢喜甘心乐意的奉献。若有第一摆来毋知奉献意义的人，他毋免奉献。起立来吟奉献的诗。咱来读本周的金句，伫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来，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对教导、对督责、对纠正、对训的人行正路，拢有利益。互服在上帝的人总备好势，通做逐项好事。提摩太后书第3章16节到17节。接落来，咱来迎新报告。今仔日有第一摆来参加聚会的兄弟无？
无咱来看报告。看报告事项，第一点，本主任是11奉献主任；第二点，后主任是台南新学院奉献主任。新学院派吕宗明牧师前来请安报告正道。本会林牧师受派到大溪教会，请兄弟关心新学院新学教育事工。第一堂礼拜了后要召开主日学教员会，请老师备办心参加。第三点，本会监理教姐妹安秀主怀定伫3月12号拜三上午10点伫圆山福园举行告别礼拜。愿主的灵亲自安慰遗族。第四点，请各团体备办安排后一季的聚会内容，伫16号进前交予办公室。补充报告，会计那迄边有收到顶周有一笔的银行汇款，因为无写姓名甲奉献项目，所以请即位汇款的兄弟姊妹自行向办公室来联络。接落来是具体消息，请咱家己过目。台岛的事项，请咱家己过目，并且伫祈祷的时来纪念遮个人。本周的事项表，请赴服侍的同工准备心。会计报告，请兄弟过目，若有错误，请财务同工更正。以上。这是咱做伙来吟祝福的诗395首，至圣天父，阮感谢你。吟诗煞，请本会林耀新牧师来祝祷。这是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天父上帝，阮领受主你的命令，也对主你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的话语成做阮伫咧阮性命所活的准绳，成做阮安尼伫阮日常生活中所接受的，互阮会通真实来活出主你的话语，来较赢即个世界。互阮会通成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踮伫即个世界，亲像光灯一般样来照耀即个世界，互侪人来欢喜、来跟对、来亲近主，互因的性命也会通来得到改变。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真正实，各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从，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生活伫地，对即时伫到世间的路尾。阿免。
谢，别倒避讳。